大大叶啊，就参像伊胸横圆轴蟹名同款。这种台湾体型上大的陆生螃蟹，目前就是因为繁殖季高峰，所以最近这段期间，时常会当伫安巴路周围看到因。但因为路上的车流多，有袂少胸横圆轴蟹也未找到海，就已经被搞死。如此也互伫当高中的教师陈应桥讲唔甘，特别为承德来台南拯救螃蟹，而伊的行动也带动了袂少人做伙加入救援行动。在安北路这边有很多路杀，那我后来大概拼凑一下，看一下地形，然后就锁定安北路那边。然后到现场之后，因为刚好那一年的我刚好在农历15道，然后就发现有很多路杀的路线，那我就来帮他们过马路这样子。2020年开始这样，然后这次是怎么跟 Jason 结缘的？我2022年护蟹护到一半，就是我上礼拜护蟹护到一半，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说，就是说是不是在保护路蟹的动作这样子啊？想说，还蛮善举的一个行为。我想说就是共襄盛举啊，身为在地的店家、在地的人，就想说也要共襄盛举，去保护，尽份我们身上的资源或能力去保护一些路蟹。不止民间动起来，台南市长委特伫知影陈老师的行动后，也大受感动。特别指示台南市农业局伫堤岸边的便道设立告示牌啊，提醒过路民众小心慢行，做伙帮助胸横圆轴蟹顺利生产。对于新竹来的陈老师我们特别谢谢他，因为唤起了我们许多居民还有许多孩子，大家对于生态的保护有更深一层的认识。我们也借这个机会，让现场很多我们来自学校的孩子，他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教育，这样子的一个生态教育。呼吁大家骑车对这过时阵会来较谨慎的。若看到伫这散步时，看到胸横圆轴蟹，伊要过这条路的时阵，大家斗相共，互咱这生态永续会当得做一个平衡。有袂少民众更是专家出动响应救援，保护家乡的动物生态。祝他产卵成功，帮助他产卵成功，所以来帮助他。对，我们没有想到说，其实我们台南在地这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所以让小朋友来认识一下，说这样子的一个动物，其实生活的地方离我们不是很遥远。市府目前也规划甲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以及水利署第6号船桥合作，将进行路蟹保护措施，共同维护路蟹栖地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